在地人在地情，来看婚林西里西寮镇南宫庆祝建庙30周年，特别来恭请到清北溪寿天宫的先天上帝，甲白沙屯妈祖等等的神尊，到扫了这个西里，做伙来绕境。 西寮镇南宫为了庆祝建庙30周年，特别恭请清北溪寿天宫先天上帝、白沙屯妈祖、山边妈祖，甲开台宗教医疗马，做伙游景西林。要来使我们要敬着咱的西林呢，和咱的西林敬敬，让咱夫妻，和咱的弟弟妹妹合家平安。5月11到5月13，西里西寮镇南宫，卖去南投清北溪寿天宫进香，时教会阁真闹热。 挑战就是咱车水行吼，这个行足行的吼，唔是咱白沙屯妈拢行白路，所以讲欢迎各位吼，大家当来参加。阮这回你也讲行无同款的香路。庙方人员表示讲，信众若要参加进香的活动，会当上网络查询。 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